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。早晨啊！翻工時間去到早上嘅9點35分，呢分鐘啊，繼續有通話同大家睇睇外邊最新交通情況噶。首先啊，跟進翻2宗交通意外消息先啦。咁3號幹線向呈祥道近瑪嘉烈醫院橋面嘅交通意外，加埋港島黃竹坑道嘅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仔運動場嘅交通意外呢，2宗已經清理好噶啦吓。咁大家去到嗰度呢，咁留意下睇下有冇龍尾位散咁啲先啦吓。好，睇翻過去港島區嘅翻工車龍啦。咁港島告士打道嗰陣時龍尾華潤大廈，另外東區走廊落紅隧加埋落中環呢，排翻去怡東酒店。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橋面燈位車多，落灣仔唔錯噶。暫時呢分鐘回復翻暢順嗰隻噶吓。咁西區干諾道西天橋落翻中環去到林士街停車場嘅。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油站，另外加士居道過海排翻去女童軍總會。另外渡船街天橋向翻紅磡呢，依然都係駿發花園嗰邊嘅一陣啊車多啊吓。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。新界區2條隧道點呢？獅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龍方向。好啦，呢分鐘亦都回復翻暢順噶。而家做警察真係辛苦啦吓，梗係啦，又要保護市民啊，仲要保護政要啊，仲要顧及政要感受，睇下佢哋難堪啊！哎呀，大佬啊，堂堂男子漢，你估做伴遊做伴唱咩係嘛？前線做細嘅，咁啊，梗係做餐懵啦。但係嗰啲一哥二哥，以前就有 sorry Sir， 而家就下下都鎖你啊 Sir 啊！真係 thank you Sir 啦吓。好，揸緊車各位請緊記，保持警覺，安全駕駛啊！ 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，資訊最全面，活現在眼前。